爱，因点安稳所在，请起立。上帝做咱代代帮助，也做将来毋忘。好愿相比大英风台，应点安稳所在，全能保助因的命，成都徛起暗时。上帝亲像狗也通靠，做阮分担保护。前线也袂失去意志，世界也袂形成。伊对永远就是上帝，孤单又变无体。对你来看，最认真你，亲像过了一暝。暗时一更实在清淡，一万年久就过。光阴在过，亲像大水，一点固定流去。讲要付关万难泪目，实在拢是空空。上帝做阮代代帮助，搁做将来毋忘。拄着艰苦叫你照顾，做阮永远问候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全能永远的上帝，天地的主，阮为着你的听所想事逐项的恩惠，感谢你；为着你日日所想事的恩赐，感谢你。总是上感谢的是你想事，都生圣囝来到世间，通过伊的死甲古活，带予阮新的活命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一切的罪，用你的疼充满阮，保守阮遵行你的话语，将活命的路指示阮。伫阮中间辛苦劳苦的、心灵忧伤的，求主亲身引带安慰。上帝啊，你是平安的君源，人若认捌你，就得永活。服侍你就得自由，伫病毒还未消除的时刻，恳求你施恩保护，互阮专心倚靠你，无惊一切的灾害。教会渐渐要恢复团契的聚会，济事工规划要来进行，求主引带，互大家同心服侍充满快乐。通过诗歌敬拜，甲信息的传达，享受圣神的同在。今仔日是玉山圣学院的奉献主日，愿主帮赞愿意为主做工的优秀青年，尽力神学教育，有教业的能力，为主做见证。也愿上帝恩典的君继续照伫原住民的教会。阮将所求摆列伫你的面前，求主看顾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免。
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圣约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。伫咧圣经175面，圣约的175面。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。第1节，所以咱已经对神称做伊，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和，也倚靠伊对神立志现今所大的恩典，搁仰望上帝荣光来欢欢喜喜。毋若安尼，就伫患难也欢欢喜喜，因为在患难生出吞忍，吞忍生出老练，老练生出仰望，也仰望无至到见效，因为上帝疼对所赏赐咱的圣性来管压咱的心。以上，咱请圣歌队来学罗上帝，着用专心。
讲道今仔日刘润屏牧师要带来的分享的题目是毋望的灯塔。黄团道，兄弟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今仔日的天气非常的好，也看见真济兄弟姊妹会当来礼拜堂来敬拜上帝。伫即段的时间，有真济教会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有真济教会无法度来实体礼拜。我牧会的教会永和教会，就有将近2个月时间无实体礼拜。拢是用网络的直播的礼拜，感谢主，文山教会有遮尔济兄弟姊妹会当来实体礼拜，听见圣歌队遮尔美好的歌声，感谢主，这是上帝予文山教会的恩典。今仔日是玉山新学院的纪念主日，学校派我来到咱中间来大家来请安报告。我以前所读的学校是我所学的是航海，所以我是一个做船员出身，第一代的基督徒。我以前伫海上咧做船员的时阵，阮的上船上重要的一个任务，上重要一件代志就是船即马现址是伫啥物所在，阮会行往啥物款的方向。我即马是伫打落，这是船上重要的一件代志，因为伫海上风影若无好的时阵，也是尤其伫岸边的时阵，这个时阵真危险的时阵，要安怎？只有靠着岸边的灯塔所发出的光。灯塔通常是伫即个岸边，也是危险的所在，甚至是伫迄种有浅滩的所在，伊会设立一个灯塔，代表是一个危险的海岸、山岸，也是讲咱讲的要通往航道的一个港喙的所在。伊目的是要来引带船只会当往头前来行。所以这是一个互人避免危险的一个重要的工具。以前有一个伫美国一个东北部有一个海港的乡社，全乡社的人拢是掠鱼来维持生活。有一天早起时的时阵，全乡社的渔船，这查甫人拢出去掠鱼。迄天的中昼以后开始变天，乌云盖天，起大风影，全乡社的妇人人就聚集伫岸边开始祈祷。因祈祷上帝，互因的先生、因的后生会当平安回来。因一直呼叫上帝，上帝啊，求你，互阮的亲人会当平安回来。上在伫半暝的时阵，因的乡社有几间厝开始火烧厝，火愈来愈大，一直烧，规个乡社是烈火冲天，而且有真大的火条冲往天，所以因一直对心肝啼哭讲：这到底是啥物款的灾难？毋是丈夫甲细囝无法度回来，而且阮所徛起的厝。也互火烧去，所以阮要真做乞食，要阁失去阮的亲人，这要叫阮怎样生活才好？因一下痛苦的喊话，到了过顿空的早起时的时阵，伫海面上发现有几只船伫海面愈来愈近，来往这个方向驶来。无偌久，这个船靠岸了后，因发现。原来就是因所听候的先生，甲因的细囝出现。落船了后，伫河边甲因的亲人揽做伙，大家真欢喜流目屎。因感谢讲，上帝应允阮的祈祷。原来当因伫海面上拄着大风影的时阵，乌云密布，天顶乌麻麻的时阵，
有发现，原来有一个火条从往天，因着往即个方向来驶因的船啊，到尾转来到因的乡下。所以咱人常常怪东怪西，咱想看觅啊，若是无有整个火烧的火条从往即个天顶，伫即个黑暗的船啊，因为海面的大风涌，因无法度找到方向。因看伫遮个火条火以后，往即个方向转来，因的船啊无沉，因会甲因的亲人做伙。对因来讲，整个遮个火是因的愿望的灯塔。伫咱的人生的过程中间，心内嘛需要有愿望的灯塔，才袂互咱的互人生的风影甲愤雾所压陷。最近咱拢拄着即个新冠肺炎，咱嘛毋知影即个肺炎到底偌久以后才会过去。毋过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时常拢会拄着即种的代志，因为有不断的风影当头对面来，有时云雾压陷。当咱头前雾雾无明的时阵，若是无有灯塔、愿望的灯塔存在，咱的人生就毋知影要安怎行过去。所以，咱的心内常常会有即种压陷咱愿望的风雨甲云雾出现，其中怨恨是压榨愿望上可怕的溃烂。怨恨伫咱的心内起大风影，引起失去理性的行为，充满伫咱的心内。所以，约翰一书第2章第11节讲：独人怨恨伊的兄弟，伊是踮伫暗，搁行伫暗，也毋知所去的，因为即个暗，互伊的目睭痴迷。所以，若是互怨恨、仇恨进入人的心内，咱就会失去方向。因为黑暗压榨咱的目睭，互咱陷落伫深渊的内面。伫美国的西部电影内面，咱常常会看见一种蛇，这种蛇叫响尾蛇，因为伊的若要攻击人的时阵，伊的尾溜会安尼翘起来，发出嘶嘶的声音。总是响尾蛇毋是常用的，伊嘛有对敌。当伊互对敌掠的时阵，走无路的时阵，伊会真生气。生气的时阵，伊会做啥物动作？加家己，将家己加着伤，表示伊心内的怨恨。所以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来真细腻，咱来怨恨一个人的时阵，还袂伤着别人，咱先家己着伤。过来，忧闷烦恼会夺去咱的愿望，互咱的心内暗淡忧闷，互咱的活命真做负面的。过来就是失志甲人生的无如意，嘛是安尼。有时咱的是伫极大的痛苦的内面，因为对着人生感觉失志，所以来放弃人生。这种的人生是无法度继续活落去。伫西方的音乐界里面，有一个人真敬虔，这个音乐家叫做巴哈。虽望伊的活命中间充满真侪无如意的代志，不过伊犹原对着上帝充满愿望，最后会当赢过这一切。巴哈是一个敬虔的路德会，就是咱即马讲的信义会的信徒。伊伫教会音乐顶面是一个真优秀的作曲家，伊的生活充满苦难。当伊还未到10岁的时阵，伊的父母就来过往。伊结婚13年以后，伊的太太嘛来过往。后来搁来结婚，却是生出一个智能不足，就是无讲介巧的囡仔。巴哈年老的时阵，目睭看袂清楚，因为脑中风，半身不遂。所以虽然受到遮尔济的无如意艰苦代，不过伊却是做出真济的伟大感动人的乐曲出来。伊的庄严、感谢、
俄罗的乐曲，拢成做一个伟大的作品。伊是伊创造的清唱剧甲神剧的最后一页，拢会写着一个拉丁文、列丁文，意思就是独独为着上帝荣光。虽然伫痛苦的中间，毋过伊只有为着上帝荣光来活，因为上帝所赏赐的愿望甲灵感，互伊留了真侪有名的作品。伊的痛苦若深，灵感甲仰望上帝若深，因为伊会当留了永远伟大的作品。当咱伫绝望的时阵，咱会大声的呼叫，讲：上帝啊，你真正是关心我吗？上帝啊，你伫倒落啊？伫即个世间找无愿望的时阵，咱拢会追求上帝。伫哥林多后书的第1章第80到第90讲：兄弟啊，论到阮伫亚细亚所拄着的患难，阮爱恁毋知，是受地动真忝，到伫袂起，连活也无愿望。阮家己心内也暗算会死，会互阮无我靠家己，独我靠互死人搁活上帝。这是保罗先生的亲身的经历，伊伫亚细亚经历真侪苦难，伊伫以弗所即个所在互人掠，伫即个圆形的即个剧场内面，甲野兽来相拍，伊全力来甲即个野兽来相拍了后，直到伊的活命会当留落。伫以弗所有一个军枪叫低米丢，即个人动员所有的人来攻击保罗。保罗尾啊会当来离开，伊几啊摆拄着困难、破病，身躯顶面有一支刺。在互人绝望的情景的内面，保罗无啥物款倚靠，所以只有倚靠互死人搁活的上帝。而且伫上帝内面来经历到愿望甲稳定。伫中国的成语的内面有一句话，一个成语叫做“塞翁失马”。这个记载是安尼，讲有一个人住伫中国北平的边界，有一天伊所饲的一只马，就是母的走出去，走去外族，即个当时要攻击中国的即个外族的内面，所以伊的厝边隔壁就来讲：“你的马无去啊！”来安慰伊。即个主人讲：“无一定，这是一个好代志。”无偌久以后，即只母的马搁带一只公的马，搁悬搁大，转来厝边隔壁就来恭喜，讲你若无失去，搁带一只新的马转来。主人讲：“这无一定是一件歹代。”有一天，伊的后生就骑这只马出去，结果对马顶面拨落来受伤。厝边隔壁就来打这个主人安慰讲：“啊，真正可惜，拄着这种歹代。”这个主人讲：“无一定，这是一件好代志。”过一年了后，因为外族侵略，所以庄乡社内面、庄园内面的这个查甫人，拢爱去做兵，因为伊的后生对马拨落来摆骹，所以无互人调去做兵。一年了后，战争结束，总是有真侪人拢死亡，所以人就来恭喜你，恭喜这个主人，因为伊的细囝搁活咧。人袂想到，因为一个人的摆骹，互伊活落来，所以毋免战争会当保存活命。这个主人搁回答讲：“丧灾，这个摆骹，敢袂成做一个灾厄嘛？”这个老人所讲的话，就是咱无法度来倚靠家己的气力来左右咱的命运，只有上帝知影这一切。所以，咱只要保持正面的心态，无放下愿望甲咱的梦的时阵，咱的上帝就会成做咱的灯塔。传道书的第7章第14节讲：“行通的日，你着欢喜；拄着患难的日，你着想。
因为上帝互两项平平摆地，为着要互人查无出身后为虾米事？人有时会行通，会顺利，有时会拄着患难，拄着逆境，这两项会反起反倒，所以毋免因为行通来过头欢喜，嘛毋免因为拄着患难来怨叹。暗暝过去，日子会来；风台若过去了后，好日子一定会来。就算拄着患难，嘛毋免怨叹讲咱走投无路，因为搁忍耐听候，的确要有平安的日子临到。这就是人生。人生毋是完全的行通的日子，嘛毋是完全困难的日子，嘛无拄咱拢逐工生活拢是痛苦的日子。咱无法度左右命运，只有抓上帝做咱的仰望，伫上帝面前来听候。伫6年前的8月初2，我去台南新航院的礼拜堂参加，当时南神有一个教授叫曾昌发牧师，伊的牧师娘的个别礼拜。这个牧师娘甲牧师是伫我新航院毕业，抽签到伫家己中会古纳教会担任传道进前的传教者，所以因为是前后任的传教者，所以阮有熟悉，而且詹牧师嘛是我伫台南新航院模范博士班的一个老师。伊的牧师娘伫迄年的4月，甲牧师到伫美国，送灾转来了后，因为人无爽快，就到伫淡水马街来检查身躯，尾仔发现伊得着黑色素瘤。这是白人，才会大部分白人才会得到的一种皮肤癌。东方的人是较少得到。原来手术甲化疗拢做了真好。上在伫7月底的时阵，因为急性的败血症来过往，互人感觉真毋甘。所以咱嘛毋知人的活命到底会偌久。因为这拢是上帝咧念你的。传道书的第3章第1节，甲咱讲：天的万邦拢有伊的期，万项事拢有伊的时。所以毋若只有因为一件代志来欢喜无煞，也是因为一件代志就来绝望。万项事拢亲像海涌共款，一直溢来溢去。若是咱拄看见水来的时阵，咱会欢喜。看见水流去的时阵，就失望。那安尼，咱不断会伫痛苦的内面来挣扎。无论拄到任何的环境，咱拢爱仰望顶塔，就是上帝亲像石盘共款，徛在真妥当。这就是人生。咱要怎样来仰望这个仰望的顶塔呢？有一只军舰伫海面咧航行。因为雾真大，所以无法度看见头前。忽然间，因发现有真强的光照来，所以军舰就用灯号要求对方讲：恁是对一只船啊，恁爱紧改变方向离开。对方回答讲：阮袂当改变方向，恁才爱需要改变方向。军舰的舰长听了真生气，想了看嘛讲送对一个毋知好歹的人。我是大军舰，所以讲我是一只大型的军舰。你若无改变方向，我就开炮带你弹。这个时阵，对方讲，原是几百年来拢徛起伫这个所在顶塔。你若来弄，恁就会变做碎片。所以舰长马上改变方向，若弄到顶塔，船就脆糊糊。就算你是100万吨的大只船，嘛共款。若是失去人生的顶塔，咱的人生就会混乱。牧师，我伫读新航院的时阵，最后1年我有去参加马街病医的 CPE 的训练。伫训练中间，我来读册，其中读过一本册是 Franco 意义治疗法的老师所写的《人生意义的寻求》这本册。
这本册咧是咧描写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伫德国纳粹的统治的集中营内面的一个情形。当时有600万的人，犹太人，互德国关伫集中营内面。这个作者就进行对这个尾来活落来的人，因做研究。伊的结论就是讲，一旦心内放弃愿望的人，伊的身躯、心神，拢会转做是衰弱，最后来死去。毋过，遐个最后犹原无放弃愿望的人，因却是活落来。尤其是遐个鼓励绝望的谈判，抱着愿望的人，就算受到残酷的酷刑、鞭拍。下面，因的身躯、心神犹原健康，会当继续生存落去。作者的意思是讲，虽望咱因的这人伫纳粹的这个集中营内面遭遇到咬饿、鞭拍、严刑的问话、做苦工，毋过这拢毋是互人死亡的原因，因为当因失去人生的意义、价值甲愿望的时阵，就亲像天的树叶共款落落来。虽望是伫极其恶质的情况的下面，犹原坚持活命的意义、价值甲愿望的人，带着坚强的活命力，就算伫纳粹集中营内面，嘛会当继续来活落去。但是咱心内丧失愿望的话，虽望是食好、穿好。过着好日子，毋过人的心却是惊失落。若是有愿望的时阵，无论环境偌尔痛苦、悲伤，拢会当活落去，会当克服一切的苦难的折磨。若是安尼，咱的灯塔是啥物呢？保罗伫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第1节讲，保罗做基督耶稣的使徒。照救咱的上帝，甲咱有愿望的基督徒耶稣所命令的。保罗这种的愿望是对倒落来，是对十字架的钉塔来。伫十字架顶，为着咱拆离肉体老血，互人挂伫十字架顶的耶稣，才是咱唯一的愿望。伊用甲咱同款的肉体来到这个世间，经历咱。同款的人生，伫苦难的过程中间，受过夭饿的痛苦，经历孤单、丧乡、悲惨，无枕头通倚、通困的所在，缺伫旷野，无厝通住的痛苦生活。伊受到人的恶扰，嘛受到人的侮辱，受到人的爱护，嘛受到人的怨恨，经历。人生一切苦楚，最后互人剥落所有的身躯所穿的衫，赤身裸体，互人钉伫十字架顶。伊互人钉伫十字架顶，肉体拆离、流血、流尽，最后来死去。伊是上帝的囝，耶稣基督才是咱永远愿望的灯塔。咱只有仰望。耶稣才有愿望，十字架顶塔，才是咱永远愿望的所在。金钱、地位、名声，还是权势，拢毋是愿望。世上的愿望，好亲像云共款，风若吹，就吹去。荣华富贵是一场梦，袂当成做愿望。所以，军队这物件的人，最后的结局。就是悲惨甲绝望。咱的愿望是在伫永远光照咱十字架的灯塔，光照咱的灯塔会照光咱的身份。希望这个世界的黑暗，而且风影对四面来。毋过十字架灯塔的愿望的光是永远袂花，而且传道者伊讲空虚的空虚。凡事拢是空虚，这个愿望的光永远袂空虚，反倒等是光影影咧照着咱，
伊确定咱的身份。所以，因为恁对神信靠基督耶稣，拢做上帝的囝。因为十字架5万的钉塔，互咱的活命的黑暗变做光明。主耶稣已经除去一切黑暗，成做咱的光，成过咱的钉塔5万的光。照着光，照咱的基督，已经成做咱活命5万的钉塔。彼得前书的第2章第9节，甲咱讲：独恁是竞选的族，是王，是祭司，是圣的邦国，是上帝家己的百姓，互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，入伊美妙光的好德。就算人轻视咱，家己也认为是被弃杀，也是孤单的。总是基督通过5万的钉塔，咱讲，你是受竞选的族，因为我欢喜你，所以伫万百姓的中间竞选你。上帝互你我成做尊贵的祭司，大家拢是上帝圣洁的国度，被上帝圣神甲耶稣基督带伫你我的内面，掌管大家。咱是属伫上帝百姓的子民，这是何等充满5万的声音。所以伫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第7节到第9节有讲：若是阮有这号宝贝放伫土的器具，是要互极大的权能做上帝的，毋是出伫阮凡事受患难，总是无困着为难，也无失望。拄着困着也无放杀，想拍倒也无死亡。这是因为咱有5万的钉塔伫咱的心内，才会当安尼。无论伫人生的过程中间，去东南方还是西北方，伫咱的5万的钉塔内面，这个灯火总是袂花。人所做的5万的钉塔，毋过是亲像是蜡条发出的光，油灯共款一点点的花会光而已，只要有风影，就会散，就会无去。毋过，咱建立伫基督这个石盘顶面5万钉塔的人，就算起风影，试炼临到，反倒转是搁较光明。虽望咱犯罪不义、被弃杀的心情，互咱孤单、有绝望，毋过，上帝是真做咱的帮助者，只要咱找到咱的身份，上帝要通过耶稣基督来赏赐咱5万的光。原来咱是通过耶稣来赦免咱的罪，得到公义甲荣耀。咱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得到医治甲健康，咱对魔鬼甲世俗的中间得到逃亡。借着耶稣成做圣洁。互圣神充满，咱对丧香甲咒诅的内面得到逃亡，通过耶稣得到上帝互亚伯拉罕的祝福甲行通。亚伯拉罕是上帝特别祝福的人，因为耶稣大家赢过死亡甲阴间的权势，通过耶稣成做得到高活永远活命甲天国的百姓。因为耶稣基督。咱真做受竞选的祭司，圣洁国度属伫上帝的囝，所以这是袂当除去的事实。只有永远5万钉塔伫咱的灵魂内面，咱就无失志。有啥物人会当想到，对今年1月份开始，伫过年进前开始，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。先对中国到伫全世界造成470万的人感染，超过31万的人来死亡。这个肺炎造成全世界经济真大的影响，真侪人失业、放无薪假、公司倒去等等，造成真侪国家、真侪的所在的人惊吓。感谢主。台湾是防疫上成功的
国家之一。疫情并无为着咱台湾带来真大死亡甲惊吓。在座的列位，毋知恁有受到影响无？恁有去申请纾困吗？若是恁拢无符合这个资格，恭喜你，你是我领不有啊！咱常常会对人生感觉失志，感觉互人气煞，感觉孤单，感觉绝望。对亚当以来，人类拢过着这种的生活。虽望伫表面顶面是得笑，总是伫心神的汤的内面，却是流目屎、怨叹。所以，咱拢是同坐着伫人生的船仔顶。咱应该仰望的，毋是金钱地位、名声、权势，也是惊魔米人。咱爱仰望是咱仰望的顶塔耶稣。所以，伫罗马人书第5章第3节到第5节，伊安尼讲：毋那安尼，就是伫患难也着欢欢喜喜，因为在患难生出吞忍，吞忍生出老练，老练生出仰望，也仰望无抵到见效，因为上帝会听。对所想事，咱的信心来灌压咱的心。所以，当咱每一个仰望这个顶塔耶稣的时阵，信心就对咱讲：毋通看别个光，遐个拢是假的，只有顶塔的光才是真正的光。永远咧照的光，才是通往天国的光。所以，咱要仰望这个仰望的顶塔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慈悲圣洁的父上帝，伫这个世间的仰望，亲像是，阁毋是；亲像真的，阁亲像是假的。若是人为着这个人为的光来仰望的时阵，只要有一个大风影、风台，就会翻去。人是无法度照着迄个光来行人生的道路，只有行往绝望的路。虽然是安尼，感谢上帝，你互阮有照光黑暗，甚至照光死亡的仰望的灯塔，耶稣基督。父上帝，求你帮助阮，无受到欺骗，无看遐个世间虚假的灯火，乃是仰望耶稣基督的灯塔。求你帮助阮。伫这个中间得到确定，而且接受阮的身份，互阮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勇气甲气力，抱着仰望来活，来过着阮每一天。除去遐个无应该仰望的，就是金钱、地位、名声、权势，也是惊魔米人来想去等等，互阮每一天拢是充满仰望的生活，直到见你的面为止。也求主来束缚玉山神学院，伫原住民牧者的同工栽培神学教育的顶面，有主的引带甲同在。愿感谢主，恭敬祈祷，奉靠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。信诗595首，犹问世间是迷路。595首，犹问世间是迷路。加在我有主耶稣，日时眠时因带我，施恩救我到永远。主啊，带我经过风影甲暗雾，求你显出大仁慈，带我到平安的厝。请起立。犹问世间是迷路，加在我有主耶稣。日
是物是因带我，是阮叫我到因我，主啊，带我经过风雨甲暗雾，求你献出大能主，带我到平安的厝。世上风雨若好驶，乌云暗雾打落来，头前的路我要去，叫你明明来指示。主啊，带我经过风雨甲暗雾，求你献出大能主，带我到平安的厝。求主耶稣也落听，求你甲我相同行，带到平安的厝家，享受福气永无停。主啊，带我经过风雨甲暗雾，求你献出大能主，带我到平安的厝。真济，只是咱来奉献。真济，
这是我的报告。伫报告的台先，咱先开就部第2面来读今仔日的根据。咱做伙来读2解。也毋望无底到见效，因为上帝听对所想事咱的性情来管压咱的心。罗马书第5章50。也毋望无底到见效，因为上帝听对所想事咱的性情来管压咱的心。罗马书第5章50。澳洲圣工分担。领袖蔡坤宇神学生，苏磊就一路长老，苏琴杨如玉姊妹，献诗信歌队，苏宪张义如甲李尔博技术，交泰李尔博执事跟赖义轩弟兄，音控彭兆亮执事张家瑞弟兄。5月份的伫外长老是张文林长老。莱州聚会内容：拜三查经基督会，主理是黄传道，书会就一路长老。题目是天涯海角的书名。澳洲的第2礼拜，主理是姚宣真传道书，圣经甲信息，请家己来准备。周报第6面，教会消息报告。第1项，本主日礼拜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，欢迎永和教会老牧师代表教会，代表学校来敬道加请安。这是我代表教会甲伊说声。第2，儿童主日学开会通知。本主日上午11点要召开主日学教员的同工会，请同工老部出席参加。第3，本主日礼拜后12点30分要召开中职会，会后有私礼教育训练，请中职老部参加。第4项，为着方便兄弟奉献，提供教会银行甲邮局的账号，伫咧第9面，请一定爱写名甲奉献的名目。第5项，2019年的奉献证明，会使到1楼的办公室柜台来签名领取。第6项，本周日暗时读经班要开始恢复上课。第7项，教会兄弟若有想要离开教会的，请一定爱关门窗甲水电，来维护教会的安全。教会集体交通甲代祷事项，请大家为着软弱的集体代祷，求主医治，嘛为着武汉肺炎对人甲世界的威胁来代祷，求主怜悯。武汉肺炎有相关的消息要通知。第1是要征求量体温甲消毒的同工，请5月份的伫外长老文林长老来报名。第2，有因应疫情聚会有提醒事项，这已经讲过足侪摆，请大家详细来看。第3，会友防疫期间的联络群组，这是要邀请所有会友来加入赖的群组，有相关的消息，
团契聚会或是教会有一些发布的讯息，会在这边。啊，还阁有主日礼拜、台语甲华语礼拜的线上直播，遮拢有。好，以上报告。咱来带唱上营391首《乌老天顶主宰》，因死线请老牧师教导。391首《乌老天顶主宰》。乌老天顶主宰，创造天地甲海，保护万民，让咱的普天的当心乌老上帝，乌老三位一体，白行圣事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阮即群文山教会兄弟姊妹三甲地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诚济密道避讳。